来继续来看刑事局的前警政监林明哲，伫台中市做刑警大队长的时阵，涉嫌甲秘密讲互跋筊集团知，互收押300多天了后，18号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伊1200万交保。林明哲的家属伫今仔日最后的期限装出着现金甲办交保。林明哲因为破病，是倒伫个碳架床，互杀去哩箱仔车。 全程拢用帽仔甲喙罨甲面扎咧离开看守所。铁门拍开，刑事局前警政监林明哲倒伫咧躺架，有处理的人含律师协助离开台中看守所，顺利导航杀去了到白色的厢车。做检方指控你会不会有监很冤枉？林明哲去年5月13扣羁押，关300多天，总算暂时得到自由。不过，伊有一边行动无方便，倒伫咧躺架，为看守所防杀出来时，林明哲伫黑色的布ผ้挂喙罨甲面遮咧，无想要互大家看到伊。人还好吗？他做身体还 OK 吗？林明哲因为涉嫌泄露秘密，互九州跋筊集团叫伊贪腐泄露秘密罪嫌起诉。台中地院裁定1200万交保，直到交保期限的上尾一天，敢若是家属的小姐，伫无碗含喙罨拖2卡堆满现金的行李箱，到台湾银行柜台拿保证金。面对记者问话，拢无回报苦。钱筹得顺利吗？你是他女儿吗？小姐早收起对律师来到法院拿汇款的收据，再搁到法警室对身份本件，交保的手续办煞，随坐车去看守所。我们在帮大队长当交代。对各界关心，林明哲家属态度热切，3个人坐车赶到台中看守所，甲伊带到病院接受治疗。林明哲叫限制大所在，出境出海到背过。台中地检认为伊涉嫌犯组织犯罪条例罪嫌重大，会依法提起公告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